大家好，歡迎收睇 Max TV。我哋今日為大家準備咗好多精彩嘅娛樂新人。全場喊到崩潰，竟然慘遭淘汰。炎明熹周興哲神級溫情合唱，不敵竇靖童空靈迷幻，揭開歌手2026最殘酷嘅潛規則。點解一首唱到全場觀眾喊到崩潰，連演唱者自己都忍唔住落淚嘅神級溫情合唱，最後竟然會輸俾一場連歌詞都未必個個聽得明嘅迷幻先鋒音樂？呢個極具爭議性嘅賽果，正正就係尋晚歌手2026舞台上最令人震驚，亦係最值得我哋深思嘅殘酷一幕。講緊嘅就係今個星期節目迎來咗最血肉模糊嘅次舞台淘汰賽，7位在線歌手要揾外援搞驚喜聯名舞台，爭奪僅有嘅4個晉級位，而第一組正面交鋒就已經係火星撞地球級別嘅視覺同聽覺大衝突，一邊係代表住極致溫柔同流行抒情嘅情歌王子周興哲聯手我哋香港嘅驕傲新生代天后 Gigi 炎明熹，另一邊就係代表住極致先鋒同空靈美學嘅竇靖童帶住 INNOT 樂隊強勢踩場，呢場人間煙火對決外太空嘅大戰，絕對係2026年華語樂壇最精彩嘅縮影。Eric 同 Gigi 揀咗香港新生代音樂人湯令山 Gareth T 嗰首極難駕馭嘅顏色，重新改編變成一封寫俾阿媽嘅私密信件。喺呢個充滿戾氣同埋焦慮嘅快餐時代，兩代人嘅代溝往往變成咗無解嘅死結。年輕人覺得被束縛，老一輩覺得被嫌棄，但係 Eric 同 Gigi 偏偏用最柔軟、最無攻擊性嘅聲線去解開呢個死結。佢哋借用各種顏色嘅意象去描摹親情日常，帶出一個極具顛覆性嘅核心信息：愛唔需要我哋變成同一種顏色，不同色彩都可以拼湊出獨一無二嘅親情。周興哲喺幕後大方承認，呢首歌裝滿咗佢最細膩嘅心事同最柔軟嘅過往。佢卸下咗平時唱慘情歌嗰種聲嘶力竭嘅盔甲，將心底最脆弱嘅一面赤裸裸咁攤開喺14億觀眾面前。而呢份真誠亦徹底打動咗搭檔炎明熹。Gigi 甚至自爆之前搭高鐵聽呢首歌嗰陣都聽到想喊。當晚比賽現場， Gigi 拋開咗以往競技舞台上嗰種咄咄逼人嘅勝負欲，佢把標誌性嘅極具穿透力聲線變得溫潤如玉，同 Eric 嗰種自帶憂鬱氣質嘅和聲完美交織。兩個後生仔用柔緩嘅旋律同輕快嘅律動，將成長路上兩代人嘅觀念磨合、爭吵與最終嘅互相包容演繹得淋漓盡致。台下無數觀眾被呢種零防備嘅情感流露擊中軟肋，紛紛眼泛淚光，因為佢哋喺這首歌入面聽到咗自己同父母之間嗰啲講唔出口嘅對不起同埋我愛你。呢場表演根本已經超越咗唱歌比賽嘅範疇，而係一場直擊靈魂嘅家庭群體心理治療。但係殘酷嘅競技舞台從來都唔係淨係計流咗幾多眼淚。正當大家以為這枚超強催淚彈足以秒殺全場嘅時候，竇靖童用佢骨子裏嗰份不羈同狂氣，狠狠咁打破咗傳統音中嘅催淚定式。佢大膽挑戰全球爆紅嘅 Billie Eilish 神曲 Birds of a Feather， 而且仲請嚟咗極具個人風格嘅 INNOT 樂隊同台助陣。如果話 Eric 同 Gigi 嘅舞台係一間溫暖嘅客廳，咁竇靖童嘅舞台就係一個無重力嘅迷幻宇宙。現場安與嗰種錯落有致、充滿神經質但又精準無比嘅鼓點，配合俏進行雲流水，仿佛要撕裂時空嘅吉他 solo， 直接將成個演播廳嘅氣壓改變。竇靖童用佢嗰把繼承咗母親王菲空靈特質，但又進化出更強烈個人迷幻色彩嘅聲線，不費吹灰之力咁將一首流行神曲拆解重組，全曲冇任何聲嘶力竭嘅高音轟炸，只有極具空曠感嘅氛圍同埋綿長深刻嘅低語。佢將迷幻與空靈美學發揮到極致，成功帶領觀眾剝離現實嘅引力，進行咗一場長達5分鐘嘅靈魂出體。當流行抒情嘅溫情炸彈撞上先鋒氛圍嘅藝術狂歡，最終賽果竟然係竇靖童組成功拔得頭籌，率先搶下晉級席位。呢個結果一出，網絡大軍即刻裂變成兩大陣營，無數為顏色流下熱淚嘅網民大呼意難平，質疑點解真情實感會敵唔過氣氛營造，甚至有人抨擊賽制係咪太過偏袒所謂嘅高級感而忽略咗音樂撫慰人心嘅基本功能。但如果我哋冷靜落嚟，剝開呢層意難平嘅情緒外衣，用上帝視角去剖析現今大眾音樂審美嘅底層邏輯，
就會發現呢個看似無情嘅賽果，其實正正係華語樂壇不再固步自封、勇敢向前邁進嘅殘酷進化史。大眾嘅耳朵已經喺無數綜藝節目嘅狂轟濫炸下變得無比挑剔，佢哋唔再單純滿足於被感動，更加渴望被震撼、被顛覆。竇靖童嘅勝利，絕對唔係贏在情感比對手深刻，而係贏在佢提供咗一種跳出世俗框架嘅全新審美維度。佢用行動證明咗音樂唔單止可以係撫平傷口嘅膠布，仲可以係開拓思維邊界嘅利刃。呢種敢於喺大眾平台上挑戰聽眾聽覺習慣嘅膽識，本身就值得一個晉級席位。不過，正當外界為咗輸贏爭論到面紅耳熱嘅時候，我哋似乎忘記咗去欣賞呢場對決背後最動人嘅一統性。其實喺呢個神仙打架嘅夜晚，根本就冇真正嘅輸家。竇靖童的確贏得咗世俗賽制定義上嘅晉級席位，推動咗先鋒音樂嘅普及。但係周興哲同嚴明熙卻贏得咗比獎座更加珍貴、更加永恆嘅群眾資產。佢哋贏得咗全場觀眾無可替代嘅情感共鳴，贏得咗無數家庭因為一首顏色而放下成見，互相擁抱嘅和解契機。呢份對社會人心嘅深層治癒力，係任何冷冰冰嘅分數都無法衡量嘅。當我哋回望呢個火花四濺嘅賽果，最震撼我哋嘅，不應該只係晉級名單上嗰幾個冷冰冰嘅名字，而係喺2026年嘅今日，我哋嘅頂級舞台終於成熟到可以同時包容兩種截然不同嘅極致。你可以喺竇靖童嘅迷幻歌聲中短暫逃離現實嘅重擔，享受靈魂嘅自由放飛，亦可以喺 Gigi 同 Eric 嘅溫柔合唱中揾返面對生活一地雞毛嘅勇氣同埋對親人嘅寬容。與其去執着到底係先鋒打敗咗流行，定係技巧戰勝咗情感，不如話係呢兩班頂級音樂人聯手，狠狠撕破咗內地音中長期以嚟為高音論同埋瘋狂飆高音先算好聽嘅低級遮羞布。佢哋用截然不同嘅方式告訴14億觀眾，無論係直擊心靈嘅低語，定係顛覆感官嘅氛圍，只要做到極致，就係真正嘅神級現場。這就是華語樂壇經歷陣痛後迎來嘅最美好時代，一個沒有絕對顏色，只有無限光譜嘅大時代。而喺呢個光譜入面，無論係一往無前嘅先鋒者，定係溫柔治癒嘅流行守護者，佢哋都用自己嘅血肉同靈魂，為音樂呢兩個字寫下咗最無可替代嘅震撼注解。多謝收看，如果你鍾意，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頻道。我係阿珍，下次見。